呀，等那兄弟刚到这里差不多先看个节目这个人啊，西边多少些个，而且从那个开始了的了，没得这个村子呢，西半的个没得这个人人家村子里，从这个村子那样，西半的个电视跟人等生看着，追苦了就看着。第二个西半个多站这个没得这个啦，家口这个，从这个有次啦，家里用的啊，人们家弄的有些个，而且第二个从地头西半去啊，多站的啦，通去年那的。千里一步迢迢。